中港車口岸，中港車口岸有咁多個，到底佢哋有咩特點呢？我哋申請中港車牌嘅時候，關口又應該點樣揀先至精明呢？今集等我哋一齊睇下各個中港車通關口岸有咩分別啦。蓮塘口岸，蓮塘香園圍口岸喺文錦渡同沙頭角之間，係連接深港嘅第7個陸路口岸。2020年8月26號啟用貨檢，2023年2月6號先至開通旅客通關服務。有咗蓮塘口岸，香港同廣東東部地區，比如汕頭、汕尾、潮州、揭陽嗰啲地方，甚至鄰近嘅福建、江西等省份，跨境交通就方便快捷好多。呢個口岸採用兩地兩檢模式，仲係全國首批實行車輛一站式通關嘅口岸之一。佢仲係香港第一個可以俾香港居民直接行路或者踩單車去到嘅口岸。旅客唔使好似其他口岸咁，一定要搭指定嘅公共交通工具先至入到關口過關㗎。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，港珠澳大橋連接香港大嶼山嘅東涌、香港國際機場，仲有澳門半島同廣東省珠海市。2018年10月24號正式通車。港珠澳大橋係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嘅重要骨幹。自從落成之後，從香港開中港車往返珠海、澳門，仲有廣東沿海城市同廣西，只需要幾十分鐘就搞掂。港珠澳3城1小時生活圈就咁樣形成。港珠澳大橋粵港兩地車牌係中港車牌嘅一種，除咗通行口岸唔同於深圳口岸嘅中港車牌之外，其他用法完全一樣。深圳灣口岸，深圳灣口岸連接深圳南山區蛇口同香港元朗，地理位置相當方便。因為深圳灣口岸嘅中港車牌仲開放緊全新申請，所以呢度嘅粵港車牌數量一年比一年多，已經成為而家最常見嘅中港車牌。隨住深圳嘅商業發展重心向南移，加上前海概念帶動，越嚟越多人中意用深圳灣口岸。深圳灣口岸嘅粵港車牌亦都變得越嚟越普遍，成為而家市場上最熱門、流通速度最快嘅中港車牌。沙頭角口岸，沙頭角口岸目前重建中，暫時關閉，車輛要轉去蓮塘口岸行駛。沙頭角口岸連接香港新界北區沙頭角管制站。沙頭角中港車牌嘅私家車數量比起皇崗同深圳灣少好多，通關嘅時候幾乎唔會出現大排長龍嘅情況，一路暢通快捷。過關之後就到深圳鹽田區，去深圳羅湖區、龍崗區，仲有惠州、河源、梅州、潮汕呢啲地方，路程比經其他口岸要近好多。沙頭角口岸通關嘅便利，用過嘅人都話好。皇崗口岸，皇崗口岸連接深圳福田區同香港嘅落馬洲管制站，係唯一一個每日24小時運作嘅深港陸路口岸。夜晚12點到朝早6點半呢段時間，仲會開放俾其他唔係24小時通關嘅陸路口岸中港私家車自由通行。皇崗口岸嘅中港車牌，早喺2009年就已經停咗申辦申請，而家想攞皇崗口岸嘅粵港車牌，就淨係可以透過中港車牌中介買2手皇崗中港車牌。皇崗中港車牌嘅價錢比起深圳灣同沙頭角嘅中港車牌貴少少。新皇崗口岸開放，對於所有關心中港車牌嘅朋友嚟講，都係一個大好機遇。想喺新皇崗口岸開放申請嘅第一時間就入手，咁而家就要開始計劃啦。文錦渡口岸，文錦渡口岸係中國最早開放嘅深港陸路口岸之一，目前已停止私家車申請中港車牌。從香港文錦渡口岸過關之後，就直達深圳曾經最繁華嘅核心商業區羅湖區。文錦渡口岸見證住中港交流嘅滄桑歲月，時代變遷。最後，究竟邊個口岸嘅中港車牌最好？其實好多客戶都問過呢個問題。我哋嘅睇法係冇最好嘅口岸，淨係有最適合自己嘅口岸。如果你屋企喺屯門 V City 附近，內地公司又喺南山前海嗰邊，為咗方便往返深圳公司先至用中港車牌，咁唔使問，肯定係深圳灣口岸最方便。就算俾個皇崗車牌你都未必中意，寧願自己搭巴士去深圳灣口岸，行過關之後再轉車，仲快得多。
就係咁簡單。所以如果你而家仲係唔知揀邊個口岸嘅中港車牌好，不妨結合自己買車牌嘅主要用途、平時最常用嘅區域、通關時間呢啲實際情況去諗，先至揀到最適合自己嘅通關口岸。當然都好歡迎大家隨時聯絡我哋，等我哋為你提供專業嘅中港車牌購買建議啦。